Hello，呢條片咧係拍俾我嘅同學仔琳琳睇嘅，佢由唔做運動啦到有規律咁樣做運動，已經1個月啦，成績仲好好添。咁嚟緊咧，佢其實而家咧佢已經喺韓國嗰度咧，同佢屋企人有個家族旅行啦。佢就擔心自己即係冇得嚟上堂啦，冇做運動啊咁樣啦，所以就佢出發前咧，我已經教咗佢一套好簡單嘅動作，喺酒店啦或者去行完街翻到酒店攰都可以做㗎喎。咁就跟住落嚟呢條片啦，所以呢條片就係去旅行也不要偷懶啊！我哋去片。第一個動作捲腹，膝頭咧盤骨闊，腳掌踏實喺個地脊度，腰背貼實個地脊，唔好有罅喎。好，保持住我哋兩隻腳嘅距離咧，要成個過程都係一致。跟住呼氣收腹，捲個人上嚟，再慢慢捲翻落去啦。記得係捲喎，所以全程咧，你嘅肚都要收實嘅。一共我哋會做5個動作，每個動作做10至12下。表面呢啲動作好似好簡單，但係你諗下，去旅行心態都係比較輕鬆。如果突然間要做一啲好高強度嘅運動，身體可能會反抗㗎。咁唔使擔心嘅，我哋由輕量開始 keep 住呢個身體嘅感覺同埋 keep 住嗰種發力感先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會做一個蚌式嘅髖外展。首先膊頭對落係手腕啦，然後咧你左右盤骨咧應該係上下盡量對齊嘅。咁留意下咧咩叫做蚌式交叉腳嘅，跟住咧將你下面隻腳咧要攝喺出邊隻腳嘅裏面，咁發力會好啲啲。咁用你下腳嘅小腿啦，同埋個髖關節發力，將個臀部咧盡量推高。你感覺到你嘅側腰，我而家做緊右邊啦，你感覺到個右邊嘅腰咧，抬個 hip 上去嘅時候，條腰係會縮到好短好短咁樣。咁動作唔使快，都係感覺佢嘅伸展同埋收縮為主要。做完右邊，記得做埋左邊。都係膊頭對落要係手踭，成個過程你嘅耳仔咧唔會逼近咗你個支撐手膊頭噶。喺呢一個動作裏邊咧，好多同學仔遇到嘅困難就係佢哋專注個側腹嘅時候咧，又唔記得專注個心口喎。其實一個好簡單嘅小技巧，試下專注一點，就係你嘅呼吸。個呼吸咧係慢啦、深同埋長。咁你感覺到力量咧係充滿喺你成個胸腔同埋腹腔裏面，咁就可以一次過咧解決到呢一個提臀啦，同埋打開心口嘅關鍵點啦。完整嘅動作應該係兩邊嘅盆腔同埋胸腔咧都盡量係打橫啦，向翻住正前方，即係唔好心口咧沉咗落去地下。做完側面嘅練習咧，我哋又去翻正面啦喎。今次咧係做橋式嘅髖外展。首先雙腳拍齊，當你嘅臀部升高上去嘅時候咧，膝頭就順勢向外打開。橋式有一個常見嘅新手錯誤咧，就係用個腰椎咧滴個肚上去向上啊。其實咧個腰椎應該係好放鬆冇力，試下感覺膊頭咧壓實個地下啦，然後膝頭好似想向前，即係向腳趾方向不停咁樣指出去，將你身體嘅前側拉到好長好長，咁個 pat pat 就會升高噶啦。由膊頭到膝頭，當 pat pat 升到最高點，膊頭到膝頭咧大概係一條斜線咁樣就得噶啦，唔使做到好似拱橋咁樣。身體後側收實嘅感覺會更加強烈。呢啲動作真係好好，因為你去旅行咧，成日行嚟行去，又或者成日搭車啊嘛，咁你嘅 pat pat 咧一係太攰，一係咧又太放鬆喎。我哋做一啲簡單嘅力量訓練咧，可以係一個由內而外嘅按摩。5分鐘都唔夠，到最後一個動作跪姿平板，膊頭對落手踭，跟住膝頭向後褪一步啊！
一個靜態嘅動作。眼睛望向斜前方，尾椎指向後，感覺身體由頭到尾好似用力延長咁樣。維持5至10個呼吸，中途覺得條腰 hold 唔實想塌落嚟呢，可以休息2個呼吸再嚟過。我呢10個呼吸係咪好似好耐咁呢？冇錯啦，我哋做嘅時候呼吸呢要平和同埋深長㗎喎。如果覺得唔夠喉呢，可以做埋進階膝頭離地嘅平板。平板有好多竅訣同埋功能性喺裏面，有另一條片詳細咁樣講解。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， 跟住一齊練啦。今日揀嘅5個嚴選動作，重建返軀幹嘅張力，因為去旅行好多時呢唔係久坐就係久行啊嘛。呢幾個動作絕對可以舒緩返大腿過緊或者過分拉伸嘅不適。最緊要就係完全唔需要工具㗎，一起身牙都唔刷已經可以空腹做，加強當日嘅新陳代謝。